嘉义市因为三级警戒关系，正式要求甲人斗目接门做增加，还佫开拳头馆的就要停业。不过业者认为讲来做增加的人客拢有事先注本，其他县市也无安尼先做，认为这款的要求实在无合理。因为疫情来休工的增加美容业者来工会教室加减认识交流，这业者讲，市府因为防疫限制因的营业，但是其他县市并无限制，因的生活用要袂得过啊。5月中开始我们就停业到现在，都几乎都是说快山穷水尽了，就是压力很大。也建议说政府能够用辅导来代替禁止营业这一个方面。那我们业界这一方面，我们也要确实来做好这个防疫的各项措施。工会表示，当初是休工的公文，讲因的工课不是民众维持生活必须的服务，所以叫因来休工。但是对做增加目接门的业者来讲，市府禁止的服务，算是因维持生活的工课。像卖场的话，其实有时候人流控管的话，跟我们这个比起来，其实我们这里1对1会比较好。店面也是要租金啦，你要说我已经休1个月超过了，都完全对外没营业，那我们房租的部分还是要缴。针对这些业者的建议，市政府已经听到了，那也会尽速来评估。看怎么样的方式来做逐步调整。市府表示，休工的要求当初有发公文，如果业者有需要纾困的证明，拢会当来协助。工会指出，工会内相关业者都有400多人，大家拢烦恼市道开放的时阵，人客拢行去外县市啊，希望市府会当赶紧来调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